由地產代理組成嘅大聯盟收集市民簽名，要求政府修訂穩定樓市措施，又集體停賣報章地產廣告1日。報業公會主席話，做法會令人覺得係向報界施壓，並唔明智。大家睇睇啊！辣椒苦主大聯盟成員下晝喺中環街頭派傳單，同埋收集市民簽名，要求政府修訂壓抑樓價措施，又一齊默哀，象徵香港樓市已死。另一項抗議辣椒嘅行動係多間地產代理公司集體停止喺報章登地產廣告1日。市民對辣椒意見分歧，有人支持維持辣椒，等啲嗰啲樓價去到啲水平可以 OK 翻少少嘅時候，3-4成到咯。亦都有市民希望減辣。我會先睇到個糧費，好似如果即係已經有或者佢嗰個雙辣椒都好似咁犀利嘅，咁如果我買咗一跌嘅時間，咁我咪仲好重大損失。地產業界表示，政府推出辣椒之後，樓宇買賣大跌6-7成。如果維持落去，未來2-3個月有7成嘅從業員要轉行，而集體停賣廣告1日係反映行業嘅苦況。並唔係話透過呢個咁嘅手段，希望向傳媒或者向政府施壓。咁呢個只係個開始嚟嘅啫。我諗睇翻個市場咧，其實代理業啊或者其他相關嘅行業咧，喺個廣告嘅開支咧已經係一路收減緊，只係咧冇咁明顯。只係大家係冇同一日去做嘅啫，咁所以今次呢，其實可以話一個預演又得，話反映翻實際嘅情況，其實根本都唔需要再賣咁多嘅廣告。報業公會主席金煥騰就認為，地產業界今次高調以停登廣告作為反對辣椒嘅手段，會令人覺得係想影響新聞編採自由，並唔明智。新聞自由係香港大部分市民都好關注嘅。如果你用呢個手法爭取你自己個行業利益或者公司嘅利益咧，未必係廣大市民或者讀者會支持咯，會體諒你咯。大聯盟話現時已經收集到10萬個市民嘅簽名，之後會繼續去到其他區嗰度爭取市民支持，希望政府可以修改政策。無線電視記者郭麗婷報道。